在下的假时，作者陈丽文。2019年的年底，新型冠状病毒 COVID-19 按中国开始探位全世界。自安尼，新冠肺炎伫全球变做人人带咧等的事件症。即马逐工阵开电视，新闻放送的拢是今仔日国内阁增加几个 COVID-19 确诊的病例，本土案例几个，甲境外入来有几个，着经过年外4亿的情况，若无受到控制，颠倒甲全世界物价如抢抢，确诊的人数阁直直冲悬，到今全球已经超过1亿7,000万人去活着，死亡人数嘛超过350万人。为着要阻挡新型冠状病毒继续生传，世界各国面对这场无情的灾厄是了尽气力，有步想甲无路。灾情是一个比一个搁较凄惨。咱伫今年5月疫情大爆发了后，逐工本土染病的人拢有200-300个。为着要阻挡疫情混大，指挥中心遂宣布，规个台湾进入3级警戒。人民爱停止一切群聚活动，若去菜市仔也是办代志，着爱分批，甲做全民实名记录。人人拢爱遵守挂喙安、食洗手，无代志较莫出门。到底一个时爱到当时才会收煞？喙安爱阁挂偌久，才会当拔落来？生活是到伫时才通恢复正常？敢会阁探出变种的超级病毒？济烦恼甲变数，互人心袂得安。无望的达田互失忆，当时会煞是无了时。灾厄是大自然甲人类拆爬的点拄。现此时地球着伤，灾难不断，全球面对这波疫情的毒火，除了惊吓、悲观，共存共文明的咱，会当做啥货来消灾撇厄咧？唯一的灵丹妙药，就是尊重所有的生命，毋若是尊重人命尔，动物的命嘛爱尊重。借着失控的疫情点打护生，推सक्减食肉的食食教育，化清咱人毋通为着要满足口欲，着过度自私杀生。人人若拢会当发虔心、自执善念，才有法度成做断恶止灾的大力量。